每到这个季节，君君总会将包好的橘子分享给大家，为过路人留下一丝清甜。不能吃的都可以，放那里我们一吃那么多，随吃随拿吧。因为这是父亲留下的习惯。我爸爸是好爽快的人，他蛮热情的，真的。君君将橘皮留下，制成小菜，成为饺子粑的灵魂搭配。会加橘子皮，会味道更好一些，带一点点酸甜的口感，比较解腻一点。你闻着香吧？作为店里的保留曲目，也是最费功夫的一种。10几年来，无论多累，君君对橘子皮都难以割舍。现在年纪大人不做了，年轻人不愿学。淡淡的清香味，橘子的清香搭配软糯鲜香的饺子粑，为君君的课前补给站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滋味。